若要讲到这个归人的228，咱一定都要讲到发生伫八堵车头的大屠杀。因为这届的屠杀当中，死足侪这伫铁路桥车头路的人。原因就是讲228发生迄个砍站，伫3月初1迄天啊，伫个好量的一寡海防兵照惯例，要到家人的要塞司令部去领一寡物件。应该以往同款，拢爱坐火车。咱已经有交代过啊。228事件当中，台湾人民对着外省人迄款不满的情绪，致使甲有一寡较冲动的，若看到外省人就要拍要离。所以这个兵啊，因坐车同款较早呢，无规矩啦。踮咧车厢的所在夜幕用威啊。规个车厢占落来，无爱互台湾人坐啊，无爱拍票。即款的作风原在，即个个性拢无改，所以台湾人的不满啊，迄当阵啊看到外省人就要拍，所以即个情形就绝对无用稳啊。意思啊讲，一台火车哪得开，也伫车厢悬顶的这台湾人也甲中国兵就开始拍起来呀。一直拍到死骹顶的所在，车有淡薄休困，一寡兵啊，海防兵吼，就看毋是势啊，就赶紧逃走。这火车继续开，经过乱到八堵的所在，哇！伫个车顶，这中国兵一落来吼，就歹这个开火车的司机，讲你实在有够苦哦，是安怎无等国军全部上车才开车？你安尼就开起行？但是这个司机讲无啊，我都拢照规矩啊，若有信号阮爱付时间啊，拢是照规矩来啦。毋管讲这个司机安怎解说，哇，这个海防兵安尼穿牙甲安尼银甲咱要甲对方修理共款。当然边一寡人客啦，一寡台湾人啦，看了真袂做，就围过来要甲这个司机解围。当然这当中双方面冲起来。冲起来一个拍落到底是非常的激烈啦，结果台湾人一个多，这海防兵较少，哪拍哪弱，其中一个红石甲这个家人港的所在跳落去，袂晓受水才去毒死。所以这个蒋介石援军节来到台湾的时阵当然这笔消息一定爱算的。也毋过迄当阵拍这海防兵的台湾人，不过是一寡人客，住伫个岛。是啥物名，啥物也毋知影，无得去找，即马徛无空，掠无人，就规阵的人马来到八堵的车头找这个伫铁路桥车头路的人，要来报仇，要找因算账所以3月12即天归人的这要塞司令部，伊就派一台这拖拉机啦，载30-40个兵带头的就是这个要塞司令史鸿禧的孙或者史国华啦。迄阵伊是担任炮台的台长伊早起8点就来包围八堵的车头伊想要来报复咧这兵落车就开始开枪听讲当场拍死4-5个人另外一个工人想要走呢，迄个兵按后壁入去，就按伊的加这兵连小刷用枪马刀甲堵5-6刀呢，安尼一直堵甲伊无法度顶动为止啦。其中还佫有一个海务员工叫做张水莲伊不但去互兵呢开枪甲拍死，兵刷落佫用枪马刀连小刷甲堵13刀啦。你甲看这兵有酷刑无酷刑啦，堵一刀就会死呢，连小刷有法度堵13刀，这实在是土匪禽兽不如啦。史国华了后去找站长李丹修，讲甲所有内底员工拢叫出来。然后这几十个人拢跪喺月台，边安2支机关枪，这个兵准备要甲这个人拢甲扫死啦。后来根据迄个时阵担任归人要塞司令部第2大台的大台长，这是台湾人，叫做王庆天伊就你讲到这个代志，伊讲本来兵要甲全部的人拢甲考枪，连点的火车顶你卖这个便当的囡仔。伊嘛照常要死啦！这兵拢咧话讲，互伊死安尼，要拍这台湾人。因将面用枪甲因弄，将面用骹甲因烂。王庆天看了即款的情形，就甲因讲啦。伊讲你若安尼做我无法度通交代啦。
啊，兵仔就问伊讲这是啥物意思啊？因为这个兵仔认为讲王庆天伊是台南人，当然伊会去暗号台南人啊。王庆天讲我是无啥物意思啦，只是恁若安尼做，我无法度向顶司嘅交代，因为顶司嘅交代讲我啊一定都要有一寡任务，包括火车交通一定都要互畅通啦。啊，刷落嘅时阵啊，这个治安我都要来维持。啊，恁安尼踮咧火车头乱扫死人，阻碍交通，啊，火车都无法度通驶啊。安尼我对顶司嘅当然是无法度通交代啊。后来经过这个协议啊，才照3月初迄天的这个出勤簿来点名啦。啊，总共点10个左右。当时站长李丹休本来会使免去的，啊，伊若讲安尼去的迄搭遐都无代志啊啦。但是伊唔敢去去的啦，伊就一直徛喺王庆天的边啊，啊，因为伊捌王庆天，啊，徛喺伊边啊较安全啦。啊，苏国华要走的时阵，向王庆天啊行一礼，啊，伊就用手啊去举迄个李丹休，伊讲你身躯边这个人，我要带走，安尼好唔好啦？王庆天因为啊苏国华的阿叔啊，正就是要塞司令啊史鸿禧的对。所以伊毋敢得罪伊啊，伊只好讲啊无实在你啦。所以李丹休啊，成煞去用带去啊。咱知影讲这个王庆天讲到这个代志的时候，伊讲伊千修万修都想袂到，这个人全部拢去互中国兵啊拍死。啊，听讲这个人拢是掠去西球岭的一个废矿的窟仔内，全部枪杀就对啦。会用安尼讲。1947年3月初8，这个蒋介石援军一个为家人登陆了后啊，整个的家人会用讲首当其冲啦完全笼罩着死亡的气氛。啊，毋是干那参与着228事件的人遭受着国民党军队的杀害，有的是无代无志的。甚至认为讲，伊平常时啊有替政府做代志，安打民众诶，我那就需要走，啊无走诶是死大生。以随丰国小这个校长曾木惠先生来讲，伊死了才是有冤枉。伫228大家当伫火、当伫乱诶时阵，伊还阁出面安打民众讲，哎呀，毋通吵啦咱都爱真和平、真合理，等待祖国。有办法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啦，所以即马大家唔通乱，你甲想看卖啊？伊即款对祖国有信心，但是祖国安怎回报伊？伫咧3月16，国民党军队要来掠曾木惠，也曾先是无伫厝诶，先掠因某囝去做临职。等曾木惠先生出面了后，甲因某囝才放转来。但是曾先生。这个受人敬重的校长，竟然是一去不回头。因某囝阁看到的是曾木惠先生的尸体。另外，亲像讲家人名义的过手义啊，当228事件大家咧乱的时阵，伊嘛是做官方甲民间中间的桥梁，因为伫地方上，伊也非常受人的尊重，叫大家对政府爱有信心。但是想袂到。援军一个到位，就先甲这个过手义掠去，无几工嘛是甲枪决。所以讲，这个对政府有信心颠倒，无提防死大生，伊甲事件是无关系、无参与啊是安怎会受到国民党无分青红皂白啊？毋免强调安尼，洪老师你嘛？咱知影讲你律师也好。医生也好，或者是校长也好，主呢，因拢是会用头脑的，而且因踮咧社会上不但有地位，而且有影响力。这拢是国民党决定要甲你抬，无甲你抬的一个考量点呢。甲你有犯罪无犯罪啊，完全无关系。因为安怎呢？因为你只要有影响力，对国民党的统治总是不变嘛。这款人你无甲独意杀，因哪有法度踮咧台湾吞大？难怪。这个家人是参议会副议长的杨元丁伊是安怎会去得失着国民党？就是平常时啊，伊拢有出面来处理一寡民众被欺负、被糟蹋。因为伫处理中间，伊难免会得失着官员，所以照着228事件，这国民党原来向伊展开报复，结果是安怎？
因原顶互掠去了后无几工啊，伊竟然是尸体浮点的家人江面啊！啊，佫有一个现象是通常的真普遍的，就是讲浮现的尸体，足侪拢是赤身裸体，无穿衫裤，表啊也拔起来，皮鞋也无穿掉的，西装也无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啊，我研究中国的历史啊，中国的军人拢有两个特色啦。一方面，伊是扮演军人的角色，但是伊同时嘛扮演土匪的角色啦。哦，因为安怎啊？古早时阵啊，甲这城市甲占来了后，政府无钱嘛，啊要安怎犒赏三军？啊，伊犒赏三军的方法就是啥物啊？就是讲，互恁3暝3日啊，安尼纵火赌城，互你去抢劫就对啦，安尼来慰劳三军啊。这是因中国的传统呢，所以甲即款中国的笨手部嘛来对付咱台湾可怜的人民啦。这是我感觉我研究中国历史，对因即款的兵啊，真无好感啦。所以这多数尸体拢总是无穿衫裤，身躯顶若了啊有价值的钱啊，拢剥了了，就是这个原因的对。无毋对哦，所以下时阵我是咧感觉讲吼，有当时啊。咱在这个陈平的时代啊，兵啊，照你讲起来是真有规矩啊。但是我研究中国的历史，一直到228的时阵，我感觉讲228是发生点的平常时啊，毋是战时呢。伊对付家己的人是用这款残忍的手段。我研究历史，毋捌看过这款情形啦。有一个疑问吼，我实在毋敢相信啊。洪老师，你是历史学者，你听好，可能有考证吼，就是讲，真侪人讲。因为伊有挂标啊，所以发现着尸体时阵，迄支手是断去的。若是讲挂手指，规支镜头也无去，就是讲连拔都毋免规支用刀的，敢有遐遮尔残忍？当然，残忍的代志是讲袂完啦。咱研究中国的历史啊，西元186年的时阵，发生太平天国之乱啊。你甲看觅啊，一个中国的内战啊，敢若太14年哦。长江以南啊，会使讲吼，史上将近1亿人啊。人你讲吼，两次的世界大战加起来的死亡的人数，抑阁无超过一遍太平天国的内乱。迄个曾国藩的小弟叫做曾国荃啊，伊去拍南京城，下令屠杀，一台真个月，听讲来做30万的这个太平天国男女老幼。害甲臭青远去啦！经过1个月了后，连一阵炊烟都冒不起来，表示内底拢已经坐整啊啦。人迄英国甲法国的记者按上海啊行路行到南京城，沿路无看甲半个老百姓，拢死了了啊啦！你甲看觅，中国人的心态就是讲，无台无要紧，若台第一都要互你吓惊着，按照达到伊台的目的。第二就是要甲抢劫，第三就是讲互你同伙是绝症就对啦。这是因基本的心态呢。这款的心态摕来台湾，你想台湾人免挡会牢啦？台湾人认为讲这是惊天动地的黑暗，但是以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讲根本这就是小 case。史上1亿人，你这2-3万人，恁是你干啥物啊？大了你搁要从一什么228什么纪念啊？要来游行，要来投这个报偿，这上这对因来讲，因根本就无愿意做这款的代志。咱感觉真惊吓，伊声声句句讲咱是同胞，咱也用这款的手段来对付同胞，但是因就迄个记录讲，小连续家己安尼同胞相残14年，这有影是袂比的呢。所以有当时啊，我若讲到中国的历史我会起磅就对啦。当然有较激动一点啊。但是我若特别讲到228的时阵迄暗都安尼庆管起来，你上岸无甲批判规矩也袂爽啦。实在可怜。为1947年3月初8，蒋介石援军到家人了后，展开疯狂的大屠杀，整个家人用咧讲笼罩着死亡的气氛，每一天。老228的受难者被枪决了后，然后一车一车再去吞海。每一天，
家人码头，拢有一寡查某人牵囝爱囝，有诶伫找翁，有诶伫找囝。若撞着落雨天，嘛毋知影面诶到底是雨水，还是目屎。若无找着尸体，亲人还阁存着一点仔希望，无定着咱即个某人今仔日会转来，还是明仔载会回来。随着日子的经过，时间的消失，因为希望到绝望，到落尾啊，有的家属死心，嘛做神主牌啊来拜，但是有的伫咧家人的海面，找着因亲人尸体的时阵，是哭甲死去活来。目睭前看着因这个亲人，规身躯是敢若芳寿，全是庆伤。什么款的受痕，会遭受到这款疯狂的残杀？但是，咱要向上去计较，只好认命。尸体偷偷运转来，偷偷落葬。伫咧迄个敏感的时间，也无亲戚朋友敢来相送，待一个人，敢若待一只狗仔同款。一个人是死了遮尔无尊严，敢讲？这就是咱台湾人的运命性。3月初8啊，这个中国兵啊，踮咧归人抬一下头了后，到了黄昏的时阵，已经来到台北啊，嘛是照常展开一场的大屠杀啊。咱知影讲外国人的这个见证啊，真重要，甲真客观啊。美国的驻台副领事或者乔治·凯尔，伊讲伊在3月初8暗时啊，食暗顿了后。忽然间就听到那正声咧乒乒叫，伊才知影讲哦，原来啊，蒋介石登陆的大军已经抬到台北来啊啦！敢若几分钟久的时间呐，拖拉机顶头的扫射是烈烈叫安尼，所有台人啊，闪甲袂离去啦，闪袂离的，拢去哦扫射扫死。伊嘛亲目看到讲安尼，遮个兵啊，到处咧抢劫啦，甚至有一个台人因为因厝内查某囡仔去互遮外省兵甲掠去，了后伊就去立即个兵一个翻转头，就那用枪抓当场鞭死。乔治凯尔讲，伊亲目看到即款的代志啊！你甲看卖啊，这是外国人亲身在伊的文章或者被出卖的台湾所写的事实呢？咱敢有法度通反驳这个事实啊？另外就是讲，在3月初9透早3点，闽台监察使或者杨亮公，伊就带宪兵部队来到台北。经过5点钟久才驶到台北，是因为什么啊？惊去互台人甲鞭死啊！惊中了埋伏嘛。了后，伊到台北，当然，党宜政府就要派人去接杨亮公，因为杨亮公伊的使命足大的啦。什么使命？伊就要向蒋介石报告228的原因，也是安怎处理，这拢都要由伊来负责啊。歌晚分刷落在3月初9早起6点，正式宣布台北甲归人实施戒严令啦。咱知影讲戒严令一个，宣布了后。规个归人甲台北安尼点秀秀啦，问题因为这个土匪兵伊来台湾人嘛真惊外国人知影。问题是你开枪就有枪声，外国人哪会唔知啊？所以到了3月初9的早起10点歌晚分就带着杨亮公到圆山陆军仓库的头前。有一个广场啦，伊就甲杨亮公讲，你看卖这涂骹顶头几落百具的这尸体，拢是昨攻击政府
官司的这暴徒啦。有人讲敢有影，伊安尼吼探头一个看讲，这拢像少年家啊，17、8岁，而且在现场无即款战斗的这分量，这哪有可能这是暴徒啊？但有人讲伊心内咧想，只不过是伊毋敢甲即个官员分讲，但是伊有甲伊斗阵去的人，伊偷偷甲讲伊心内一个感想啦。所以咱看会出来讲，有人讲要向蒋介石报道，拢是违反，会使讲一个检察室或者是讲监察委员的良知。伊甲遮看到屠杀的场面，拢完全无报道。即款哪是讲有资格做任命的即款的监察御史？这根本就是讲替国民党的政权，伊咧甲切尻川啦。3月初9即天，伫国民党军队展开疯狂大屠杀了后，台北市14月拢总是尸体遍地，看起来非常的可怜。一寡市民敏感度较无够的，搁伫咧外口底路诶行，也互国民党诶军队挡着，无分青红皂白，只要问讲即个是台湾人，马上现毒死，若无就是开枪拍死。伫咧负责南市甲中山堂治安工课，包括讲台南工商甲延平学院这学生拢总有差不多100人，互国民党军队冲入去了后，无分青红皂白，就安尼集体甲拍死，然后尸体拢去等咧附近的地落水门。抑阁有铁路局管理委员会内底办事的30几个人，互国民党军队冲入去了后，随个用非常残忍明智的方法，是为楼顶等落来楼骹活活摔死。若摔无死的，前半工，这个兵冲落来，用枪尾刀硬拄硬签甲死为止。像这款疯狂的杀害，实在是互人毋敢相信，互看到的人实在是毛骨悚然啊！即摆的台北市，真正敢若变成一座死城同款看到的是尸体，听到的是唱声。台湾人惊到死毋敢出来外口乱踅因拢秘伫咧厝诶，家己怨叹讲咱台湾人诶命哪会遮尔歹。咱即摆来甲想讲，迄当阵咱台湾同胞阴心肝内诶悲痛甲苦楚，咱是毋是会当来甲体会咧？咱知每一个人诶体会深浅是无共款是，但是到底蒋介石这个大人物，伊诶体会是啥物才值得咱来甲研究。到底伊说了，伊讲啥物话咧？咱后一段才阁继续来收听。